嗱，姐姐，而家我幫你拍片揾個老闆啊。係。姐姐你叫咩名啊 City 啊。City，OK，我叫你 City 啊。姐姐喺香港做嘢幾多年啊7年差唔多。差唔多7年，有幾多個老闆啊？有4個老闆啊。好，4個老闆。第一個老闆照顧啲咩人啊？公公。照顧公公幾多歲啊？700幾歲。哦，佢健唔健康啊？健康。哦，即係自己行得走得，照顧到自己嘅。係。咁啊，係佢啲仔女女請你翻嚟照顧佢？係，同係即係清乾淨屋企、煮衫、洗衫嗰啲咯。哦，咁點解2年之後唔做啊？袁約？即係佢唔需要工人。哦，即係佢唔習慣用工人。係。好，明白。係。咁第2份工要照顧啲咩人啊？婆婆。婆婆，咁佢健唔健康㗎？即係自己行動得唔得？唔行得。唔行得㗎啦，咁你就要幫佢沖涼啊、換片嗰啲都你做晒嘅要。係啊，要啊。好，咁呢個做咗幾耐啊？最多做完嘅，佢都未嗰啲未做完都佢過咗身。哦，即係未完約已經過咗身啦，即係唔夠2年。係。好。唔夠。跟住第3個約係照顧啲咩人㗎？即係公公。都係一個公公，咁佢自己行動方唔方便咧？佢唔行得。又係唔行得嘅，即係要坐輪椅，要推輪椅嘅。係佢個腳冇力。哦，咁你使唔使幫佢沖涼啊、換片嗰啲啊？要。係啊。又係要嘅，OK，咁呢個做咗幾耐啊？做都差唔多3年。3年，點解又唔做嘅3年？佢都過咗身。哦，公公又過咗身 ，OK，明白。咁好啦，去到最後嗰份啦，就喺邊度做嘢㗎？係爸爸照顧小朋友，佢都有似disabled人。有先生太太同埋小朋友係嘛？係。個小朋友幾多歲啊？16，差唔多12都我唔記得，即係19、10嗰啲咯。哦，但係佢未20歲。但係就佢智力有啲問題嘅。係啊，好似小朋友咁樣。好似小朋友咁樣 ，OK， 明白。係啊。咁呢個做咗幾耐啊？佢我兩都要咯。哦，係啊，做咗幾耐啊？呢個？唔夠1年，佢搬喺大陸。哦，唔夠1年佢就做嘢喺大陸。哦，唔夠1年就移民翻大陸啦。係。佢有冇叫你翻大陸啊？要，但係我你唔翻啊，所以就翻咗印尼啦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到而家。哦，好，我想問你照顧公公婆婆咧，使唔使煮嘢俾佢食㗎？要使。通常煮啲咩俾佢食多啊？其實公公婆婆都要食腍嘢咁樣咯，即係粥都要啊。蒸嘢啊，腍白嗰啲係嘛？係啊。咁你自己識唔識去買餸㗎？識去買餸嘅，咁識去買餸煮飯俾佢食，就係做清潔咁樣咯喎。係。好。咁如果嚟緊呢，我有個老人家，佢如果又唔行得走得嘅，咁可能你又要幫佢沖涼換片，你會唔會照顧到佢啊？會啊，唔緊要。OK，好。咁我睇下盡快幫你喺香港揾老闆，好冇？好，唔該晒你，拜拜。拜拜。